我冇可能同你玩咯，係嘛，大佬，我要搵食啊嘛，大佬。喂，你唔係你元朗嚟嘅，細聲啲，咁我係到咗啊嘛。細聲啲，你冇撚嘈啊！喂，大佬，人哋都冇好大聲，你就好大聲咁叫人。細聲啲，你冇撚嘈啊！唱功好啊，有資格大聲啲啊！但司機大佬呢一句，你要玩嘅話，你坐的士啊嘛，大佬。都未必係一條明路喎，因為坐的士而出事嘅港星亦都唔少啊！我哋就快速回顧下安心事件。講到香港明星同的士有關嘅新聞，最震撼嘅就絕對係2019年嘅安心事件。當時許志安同黃心穎喺的士嘅後座親密舉動啊，俾車廂內置嘅車 cam 全程拍低。影片流出之後，許志安就痛哭開記者會，自認係壞咗嘅人啊！當時恰逢巴黎聖母院大火，一度就令人以為場火係許志安放㗎，陰公。當然事情已經過咗去7年，而家亦都事過境遷。如果唔係女方，我根本就唔會再提呢件事，所以責任全在女方啊！歌手大作戰之曹格與側田，時間就翻2009，側田同曹格本身就好老友，9月嘅時候仲一齊去飲酒，點知飲完兩位就當眾出醜，嘈咗幾句，兩個就攬埋一嚿。好彩有朋友阻止佢哋出手，最後就勸咗佢哋上的士，諗住咁樣就會冇事。點知打交，仲有第二次啊！總之就係坐的士嘅時候，佢哋繼續嘈，最後曹格落車助跑幾步之後，一個飛毛腿坐埋去車入邊嘅側田嗰度。當時因為曹格醉酒鬧事嘅劣跡斑斑啊，所以當時嘅輿論普遍都係指責曹格為主。直到3年前側田酒後上節目講解大春袋，我真係我春袋係大嘅，但係我春袋好得勁啊！你六嚿腹肌嗰陣時，你有冇好多女？冇啊！我同你講，你六嚿腹肌咧，所有六嚿腹肌係餓㗎。我對自己有非常好嘅交代。係，但係有冇女？冇。嗰種酒後嘅煩啊、閪啊，令我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啊！原來側田飲醉酒之後，也不是省油的燈啊！向佑話佢父親是龍頭大哥，向佑即係向華強嘅細仔，向佐嘅細佬，曾經就喺2015年嘅時候同的士司機係有衝突。以下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轉載香港媒體對法庭嘅報道，沒有任何半句代表個人立場或者認知，敬請留意。案件編號 KTCC826/2016。2015年嘅9月，向佑疑不滿兼職嘅的士司機唔熟路，佢對司機話佢父親係全港最大家族龍頭大哥，再打對方嘅面部8下，更喺對方報警之後拳打司機頭部。觀塘裁判法院喺2016年7月8號裁定向佑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、刑事恐嚇同普通襲擊罪成，並形容向佑為撩事生非嘅攻擊者，判佢入獄6個月。的士司機出庭供稱，因表示唔熟悉前往上環嘅路線，同向佑起爭執。佢指向佑曾遞上回鄉卡問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，並自稱即係向華強個仔，而父親係全港最大家族龍頭大哥。裁判官裁決指行車記錄儀清楚記錄向佑對事主話：懟冧你屋企人，你死叉咁。就算冇講過全港最大家族龍頭大哥，亦足以裁定向佑威脅事主人身安全，令事主受驚。除咗上面幾個事件之外呢，仲有未成為攝影藝術家嘅陳冠希喺07年同的士司機發生衝突，不過喺 Edison 嘅標準嚟講啊，嗰種小兒科，所以我就唔講啦。大家覺得邊件事最離譜或者印象最深刻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我係阿添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個拜。